国际新闻来看，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早起举行，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进行工作报告，有讲到台湾，李强是搁再强调讲反对台独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甲九二共识，嘛讲会坚定来推动统一。也毋过，即届是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，有专家是分析讲，这代表李强的地位红降低，中国内部搁真乱。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，未来可期。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大会第2摆会议初5早起开始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就任以来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，重点拢主要放伫经济发展。宣布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定为5%左右，对台湾议题是维持一直以来的立场，反对台独，重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。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范律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·2共识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。和去年李克强使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比起来，今年的报告是甲和平的这个字抬调，军费的支出是增加7.2%，嘛引起注意。这摆人大会议闭幕了后，无举行总理记者会，拍35年的传统。专家分析，这嘛显示李强的地位红降低。过去李克强起码还有有某些自己做决策的权利，那么现在完全都没有了，他们通通变成习近平的执行者。丁树环指出讲，对人大会议了后无举行记者会和人事上的变动，会当看出中国即马内部政局是当在乱，习近平一个人掌控。工作报告内面，台湾部分是维持进程的论述，对新政府嘛无特别提出威胁的字，可能转用普色地带的战略来慢慢施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